在这段疫情较严重的期间，降价有真侪民众愿意关怀意愿。每一当到寒暑假的时阵，拢会较欠货。病院如果若想到较严重车祸的患者有需要紧急手术的时阵，拢爱有大量的货。所以这摆遮优利园伫咧6月30号伫福建路移民局头前来主办关怀活动，提供民众有做好防疫设施的状况之下，会当来进行关怀。医院血量的量能非常不足，然后很多病人需要开刀、需要住院的时候，他们的血是不够的，而且医生只好叫他们一延再延。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内心非常的难过，甚至在电话那一头眼泪就掉下来。那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今天全力以赴，感谢老天爷给我今天的好天气。前2天还一直很担心下雨，那今天真的是太阳出来了，让我的整个心情非常的愉悦。那今天一早来就有很多家长、热心民众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捐血活动，让我们的水库的我们的量能、医疗量能能够增加。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忙跟支持。园长表示，日前咧甲关怀中心联络的时阵，关怀中心表示，伫这段期间内底，中心的货非常的欠缺，所以有真侪重大的手术患者必须要延后手术的时间。听到这，园长决定一定要甲关怀活动甲办起来，希望会当透过大家热血来替咱的社会增加温暖。今天会出来捐血，主要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啊，很多民众就降低了捐血的意愿，导致说现在台湾的血库存量不够。那我也是看到台南市政府有发这样的文章，所以今天来台南市政府附近的捐血站捐血。那请大家不要担心，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踊跃出来捐血，然后捐给需要的人。虽然在这个非常的时期，嘛是有民众挂咧喙暗，佮有护目镜等防疫装备来到关怀站来做关怀。伫这要共同来呼吁民众，那平常时有用地当定期来关怀，有防有需要急用的时阵，才袂无货通使用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